紧的，你办你的，我办我的。你上标准的，所以因班遐济无一定。真的。你会使帮我几坑啊？袂使，你看我就知影你是阿姊因遐派来吼。哇，阿妈，这个真正足好食哦！比外口我食过啊，我好食。你敢有受伤？敢有受伤？不要紧啊！安尼你去困觉啊，好不好？欢迎收看，首先迄一天，耶！